青山寺起步，經散石灣橫山徑到倒靴石，依地圖的灰路走，望到電塔就對了。初段路碑清晰，中段後有迷，覓得倒靴石，灰路接上青疊石河棧道。來到青疊石河，青疊石河的全貌，上次來是沒有繩的。我們只玩了青疊石河的上半段，亦是最難的上段。逐攀上青疊石河，下望很企，但手腳位尚算充足。青疊石河難度不算高，但新手爬還是需要有經驗的朋友陪同下完成。逐攀上青疊石河，最難位落繩比較好，或可在左邊棧道繞上，在青疊石河望向青疊有脊，感覺斜度頗嚇人。逐根路碑走，途經三角石，繼續往上走，望到青山頂了。接上青疊石河棧道後向下落，要返回青疊石河，再轉走青疊有脊，要走一段林路，沿途都有繩索和鐵鏈，路碑清晰。從崖底爬上需要點手力，回望很企，逐攀上手嘅位都充足。雖然沿途都有輔助攀爬設施，但新手還是要有經驗的朋友陪同下會更安全。最後一爬，到達青疊有脊頂部，青疊有脊的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是會比較企和難度較高。又望到青山頂，朋友說要環石隧道，起步需要手力攀上，此路線新手不宜。穿過石隧道，爬上石塔。今年第3次來這裡打卡了，整個屯門收入眼底。離開青山頂，往獅子頭山方向落山，回望青山發射站，青山福地，望到獅子頭山了，走獅子頭山橫山路，途經星星崖，逐根路碑往山景村方向走，對面是九徑山。我站在澳洲地圖石上，澳洲地圖，繼續落山，穿過山墳接上石屎路，最後在輕鐵山景北站散。